约翰福音第4章，法利赛派的人有听到耶稣比约翰招较侪门徒，佮甲较侪人洗礼。其实耶稣毋捌甲人洗礼，是伊的门徒甲人洗礼。耶稣听到这个代志，就离开犹太，转去加利利。伊就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叫做叙加。这个城挖近雅各，予伊的囝约瑟迄块地，雅各井伫遐。耶稣因为行路，真神就坐伫井边。迄时差不多是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互我啉一个。”迄时，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买食物。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耶稣应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予人的恩赐，搁捌对你讲，互我啉一个，迄个是甚物人？你早就甲伊求，伊早就会将活水予你。”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搁深，你要安怎得到活水？阮的祖先雅各留这个井予阮，伊家己、伊的子孙甲伊的曾生，拢啉这个井水。你减有会比伊较敖？”耶稣应讲：“啉这个井水的人，拢会搁喙焦；不过，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，袂搁喙焦，因为我要予伊的水，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，一直冲出活水，予伊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请予我这个水，我才袂搁喙焦，嘛免搁来遮抢水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。”妇人人应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我无丈夫有影，你捌有5个丈夫，现在这个毋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事实。”妇人人讲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，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这个山顶敬拜上帝。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妇人人就信我，时得要到，迄时恁袂伫这个山顶，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的，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。因为拯救对犹太人来，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这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”妇人人对伊讲：“我知迄位称作基督的弥赛亚得要来，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这个得甲你讲话的就是。”拄这个时，耶稣的门徒转来，因看到耶稣甲妇人人在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无人问妇人人：“你要创什么？”啊是问耶稣：“你哪会得甲妇人人讲话？”妇人人就将水盘放下地，转去城内，对人讲：“来去看，这个人将我过去的代志拢讲出来。这个人敢是基督哦？”大家就出城要去看耶稣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rabbi，请来遮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有恁毋知的食物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
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减无安尼讲，佮4个日就有通修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爬互金，看四面的田园，五谷已经熟，通收成啦。现在收割的人已经在领工钱，佮在收成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命的五谷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耕作的，我找恁去收成；别人辛苦，恁享受因辛苦的成果。迄个城有真侪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因为迄个妇人人做证讲，伊将我过去所做的代志，拢甲我讲。所以遐个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伊带因遐，伊就伫遐带2日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有搁较侪人来信。遐个人甲迄个妇人人讲：现在阮信，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。2日后，耶稣离开遐去加利利，因为耶稣家己捌讲，先知伫家己的故乡未受尊重，所以耶稣到加利利的时，加利利人有甲伊欢迎，因为因去耶路撒冷过半过节的时，嘛有看到伊伫做其中所做一切的代志。耶稣搁转去加利利的迦纳，就是伊捌用水变做酒的所在。伫遐有一个加百农的官员，伊的囝破病。伊听到耶稣对犹太来到加利利，就去求耶稣落去加百农医治伊的囝，因为伊的囝得要死啦。耶稣甲伊讲：恁若无看见神迹奇事，一定袂信。迄个官员应讲：先生，请你伫我的细囝还未死以前落来去。耶稣对伊讲：转去，你的囝袂死。迄个人信耶稣甲伊讲的话，就转去。伫路中，伊的路仆拄着，甲伊讲，伊的细囝活起来啦。伊就问因，伊的囝什么时好起来？因应讲，昨下晡7点，日就提去。老爸知影，拄迄个时，耶稣甲伊讲，你的囝袂死。伊家己信，全家的人嘛拢信。这是耶稣对犹太来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2个神迹。